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然后毁了你的一切。小丽，哈哈哈！今天我是真。白小闪，白小闪，你在这里吗？喂，来坐，别动。走开！你这个疯子！有病吧？你吼什么吼啊？怎么是你？白小闪呢？白小闪，我知道你们在监视我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你们要对付我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。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成功了，就那么一点点。你们为什么会出现？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！我昨天晚上在酒吧里，明明提前做足了准备。说，你对李展做了什么？白小闪，喂，小闪，你们终于醒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小闪今天好多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今天干什么呢？都到了，来，请坐。快坐吧，快坐吧。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，这些都是小闪点的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李展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飞哥，开门啦！快点，好难受。飞哥，小姐，你找谁？不用你管。这个女孩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李展，我是你的超级粉丝，见到你真好啊！哎，李展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别在这儿睡啊！先生您好。哎，服务员，这位是怎么回事？这位不是你们朋友吗？不是。哦，那我送他回房间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带您回房间呢。别动我难受。小姐，哦，放开我！小姐，放开我！服务员，
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帮我拿一杯醒酒茶过来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来，先起来。开门了。慢点。雷展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超级粉丝。慢点，来，慢点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因为看见你太开心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喜欢喝红酒，我本来要去酒造给你拿红酒的，可是后来我和夏杰他们走散了，没有他们就见不到你了。见不到你，我就做不了你的助理了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一展，来，喝点醒酒茶。谢谢。我必须要做你的助理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助理有问题，我有证据的，你等着证据啊！下午交代我酒窖的事情，我安排好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吧。走。喂，夏觉，你们在哪儿？我好像现在在李展的房间里，我好像迷迷糊糊的听见他和他的助理去了酒窖，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们快过来，啊！哎，不要喝！你酒醒了？李展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。他是我助理。他是个变态，他把你的东西在网上卖，你看。这是你吗？就是他，他就是幻草青青。李展，小林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是我生命的全部，没有你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好啊，既然都被你这个臭丫头揭穿了，那你也不会留我在你身边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然后毁了你的一切。小林，哈哈哈！今天我是正义的化身。蓝小闪，你不是说有问题吗？哪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没事了？李展，我陪你去房间包扎吧。没事。我告诉你们所有人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买1万瓶酒跟你们喝。烦不烦？我揍你了！你再说。哎呀，我不行。你就揍他，你就揍他。妈呀，干嘛？
他俩可怜，他真揍你了你！哎呀，再说，影子，干嘛呀？烦死了他！干嘛了？不是你告诉。李展，李大明星，白潇洒，可是已经做好成为你助理的准备了。啊？我对助理要求很高的，至少要过了2个月的试用期。没问题的。那好，从现在就开始吧，赶紧回屋休息，明天一早还有工作呢。好的，对不起，明天见。Yes， 任务完成。什么？没事。喝酒。